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。我是一名温柔、有耐心、有责任心的年轻汉语教师。我来自中国广西，我的母语是汉语，拥有非常丰富的汉语教学经验，因此获得很多学生的好评。我专为不同年龄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个性化中文课程。我持有普通话等级证书，注重因材施教，根据学生水平设计课程，注重实用性与趣味性。我会结合情景教学法，让学习变得更生动。In my classroom, I will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as much as possible in Chinese to improve your fluency. My course direction includes daily Chinese exam tutoring and cultural interest. 我希望通过我的汉语教学，不仅能帮助你掌握语言技能，更能了解中国文化。很期待与您在课堂上相遇，一起开启中文学习的美好旅程。